百家将是庙会顶头之一。在台湾传统的民俗活动当中，百家将是扮演着掠妖邪鬼怪的角色。一般的传统，百家将的成员拢是男性来扮演。也毋过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两性的平权，女子百家将嘛来打破着传统，登上国际舞台。像伫个价镇之乡。高雄的内门，都有一个青年彭宗银来创办着女子的百家将。招收的团员大部分拢是大学的舞蹈系、高学历、年轻的女性。因伫个化妆、面貌、服饰甲配件，拢做大胆的变革，替传统带来真侪创新的元素，希望会当反转台湾社会对顶头的印象。庙会拢是锣鼓声、各种阵头表演，增加闹热的气氛。甲传统顺男性的家将无共款，这支娘子军特别赢漫，因是台湾真少数的女子百家将。大小庙会拢看到女子百家将因更加登上国际舞台，尤其伫日本约克哈马横滨中华街采集活动演出，和沿路民众看甲目睭拢唔甘呢。因成立这个团体已经超过10年啊，去过马来西亚、澳洲、泰国、中国等10外都市。台湾艺术文化有发扬光大舞台，伫热烈炮火声的背后，因的心酸是超过你我所想的。今日高雄内文园区女子百家将的练习场所，虽然敢若3个团员尔，表演同款是无马虎，再三要求袂使出差错。听到一遍过一遍，毕竟俗话讲得好，台顶1分钟，台脚都要用10年的功夫。不要看地板，你打开胸口，打开就看上面，不要这样子。头打开，头。啊，手脚要动啊！1、2，胸口打开，2。指导航拍动作一定要精准。伊是林涵怡，读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时加入女子百家将，嘛是创团的成员之一。就算出社会，平常时伫金融业服务，假日嘛是会转来坚持家己的兴趣。男生可以做的事情，女孩子不能做。对。就会想要去尝试男孩子可以做的事情。那做到了，你就会觉得，不是什么都只能局限于男孩子做，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去尝试的。2、2、3、4。这样不对，2个吧，不行。15岁学妹陈丁仪，小学5年级的时，就和舞蹈班的老师推荐入团。虽然较细汉，也过这份打拼的心，无人对会到。那时候还很小，有时候姐姐们讲的太深，我会听不懂。举例说，这个画手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卡住，就会想要怎么画怎么穿。可是现在就会比较顺利，就是直接画，然后直接穿了。即马面临升学的压力，陈丁仪伊讲话时，依然看袂掉对艺人的热爱。有一阵子退步其实蛮严重的，可是爸爸就是妈妈会说要段考前1个礼拜就不要来，就是好好读书。
然后爸爸就会说，是平日都不可以出阵，就是乖乖上课，只有假日可以来这样兼职，补课也不行，就算有补课也不行来这样。那你有把成绩单拿为了来这边？很少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伫昆山科技大学读册陈爱玲资历有3年，伊承认讲练习的过程中艰苦不忝，嘛捌想要放弃。我们有时候出庙会活动，都会晒一整天的太阳，然后就是手啊色差都会很大，然后每次都觉得说穿一些衣服都会觉得怎么变这样子，然后就很不想出这种，可是久了就还好。对。庙会顶头之一的北家将，伫台湾传统民俗中扮演掠鬼怪妖邪的角色，嘛有安体镇衰的功能，一般拢是由男性来扮演。而女子北家将成立以来，团员前后差不多有300位，每礼拜固定练团一摆。嘛会烦恼讲对神明不敬，犯着神明表演嘛有禁忌。比较大的规矩是在表演过程中不要洗脑，对，就是对这个表演的尊重，这样。开脸就是讲话或者是吃东西都要遮嘴巴，然后走路也要遮嘴巴。女子北家将的背后推手就是团长方宗银，出世伫高雄内文叶镇之乡的方宗银，自细汉学跳送钢钉，大汉了后希望改变镇头的形象。2008年，伊成立女子北家将，为了撇开禁忌，伊推翻全面化妆的方式。传统一定是开全脸，那我为了避开这个禁忌忌讳习俗，于是我就开半脸。半脸的话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凸显脸谱的变化色彩，还有角色的扮演。另一边的话就是凸显就是女生，对，所以女生这样一看，你通常整脸画起来看那都一样，看不出来。嘛，下半面服装配件甲配色嘛拢更加大胆。服装上的话，其实是因为传统的话，早期就是比较简单，而且就是看起来颜色的色彩没有这么的亮丽。那我为了要把它可以包装到舞台上，甚至于在庙口，让大家一看哇，怎么这么的有那个吸引嘛，就是色彩能让去让人家注目。所以于是我就在衣服上有稍微做一点色彩的转变。突破传统的做法，难免有人会攻击，有人骂。现在就是很流行把照片放到 FB 嘛，那可能不认识的摄影师之类的 po 照片，下面就有一些网友比较传统，他们就会攻击说啊，女生不可以挑假酱，然后女生怎么开半脸不入流这样子。可是一开始还是会想要去反驳什么，可是久了就觉得没关系，就做自己就好。方宗银化压力为助力，更加将传统艺人的喜爱化为大爱，提供内文附近隔代教养单亲囡仔一个庇护的所在。伫台顶拍完鼓，各地林基干虽为团员为面。以前的颜料没有那么好，只有黑色、红色、白色。那现在画的是文彩。那你可以多加一些什么颜色吗？现在很随性。有画图天分的林基干，老爸老母离婚，老爸红乖，阿嬷我无法哩，当半前被送到方宗银家来。读册下课时间嘛有夜din算忤逆啊嘛，比较难起床。起床的时候会在那边大小声。一开始不是因为说不自由，因为之前在家会出去跟朋友，然后来这边就觉得不能出去。用传统技艺正头在教育他们，然后促进读书，然后就学。然后在团里面可以学一技之长，就等于是自力更生，让他不会导向是往偏的方向，就等于是有一个管理系统在管理他们这样子。自细汉培养艺人人才，时代进步强调性别平等的即马，针对女性限制、民俗禁忌，更加是道道开放。
彭宗银所带的女子百家将增添剧场艺术元素，坚持认真甲创新的精神，在宗教甲艺术文化的领域中变成少数的存在。因希望用家己的方式传达传统宗教的水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人头。